到底抽到什么？这大爱伙子啊，抽到什么款的杂色啊，要来卖咧？是，抽到的是什么加千坨啊？我想过来去。这塑胶千坨啊是偌珍贵，你知无？你这无简单呢，这后壁有无？嘿，你有看到？这平常是用来撸身躯啊，用洗身躯啊，吼。啊，这吼，个用的吼，嘿，恁翁吼，若转来无乖吼，这个啃啊，吼，嘿，饲小三的这个啃啊，啊，你囝仔吼无做功课，这个啃啊，吼，啊，拍胶枪，啊，个重点，伊用来做杯新杯，吼，你若问讲，嘿，不诋毁啊，加分哪里有加分？哎，有无？哦，笑杯。上重点的吼，大家注意听啦！你卖这吼，我送一只啦，啊，你干袂好？一年啦，哎，这平常时一年是5万呢，一年啊，无啦，我是讲唱一条歌5万啦，哎，不诋毁，送你啦。你这个吼买这嫁这吼，爱问亲民啊，小问一下，安尼好唔好？哎，买这就送林俊逸，大家好唔好？哎，不。